阿童吗？他这个羽毛狼听说过吧？第一套的呀，就那边给，那么首先要来该要向印度所有之前不，就是参与嗯第39届噶举大起源法会的大众，去尤其首先以那边，尊贵的国师迦叶仁波切该先那么当，为主的先给的给你这个加速，堪别布善恐怕知识，这些吧，还有僧伽大众，还有所有的巨星弟子们，先不这是的原因，首先问候大家，扎西德勒。他天了呀，那个羽毛狼全部的，呃，自动估计就是家长拿落了呀，我们起源法会在一九记不记？八几卡路年鲁切，的时候，俺大那些由前一世的护主卡路鲁切，卡鲁仁波切，卡西瓜。还有前一世的护主波卡仁波切，由于他们二位的大悲加持，而有了这样的法会。刚开始，大家是念诵普贤行愿品，然后慢慢的后来，由于波卡仁波切的大悲心，还有愿心，后来就有了桑嘎，就是僧伽祈愿法会。之后陆续就更为盛大，就名称改变为噶举祈愿法会。那么课诵的内容呢，不只是噶举派，而是无分别教派的所有的内容，而且也成为了众多的僧伽大众大家相聚在一起，一起做祈愿的这样一个殊胜的活动。如果我们回顾过去的历史，从第7世法王噶玛巴开始的时候，就有噶千大祈愿法会，最主要是在这个神变日，还有很多主要是佛陀的一些殊胜的4大节日的时候，那么会举行这样的大祈愿法会。当时呢，所有在噶千大营的，当时噶千大营中就会布置这个陈列最殊胜的各种的所依有圣物，然后在圣物前，然后供奉上盛大的陈列盛大的这些贡品，然后僧伽大众们会举行这样一个盛大的祈愿。所以仅仅是法会本身，它就是在弘扬佛教的一个最重要的一个象征，在当时就是这样子。那么后来第10世法王却因多劫的时候，那么蒙古军队入藏那么后来这样一个噶举大祈愿法会的传统也就没落了。那么后来呢，又在印度菩提伽亚金刚座又开始举行这样的法会。所以这是一个有着深厚历史的这样的一个活动。那么另外一方面来说，平常呢，我们噶举派的各个寺院都有自己的很多的法事活动，各种的法会。然而，能够大家相聚在一起，尤其在每年年底的时候，一起举办法会，这是很难得的。也就是这样一个噶举大祈愿法会的时候，那么大家可以一起举行盛大的供养，还有广大的祈愿。所以我觉得这也是一个很好的各个寺院间互相的交流的一个很重要的一个舞台。不仅是如此，
不只是僧众各寺院，而且全世界的很多的佛弟子也都能够来到这样一个菩提伽亚，这是我们说佛陀圣地当中最重要的一个成道的圣地。那么大家不仅参加祈愿法会，而且能够在这一段期间也能够朝礼这个圣地。现在也是天气比较好的时候，那么很多人是主要来朝圣，然后同时也来参与这样一个祈愿法会。所以我觉得这对于很多全世界的广大的信众们来讲，也是一个难得的机会。所以我觉得这是一个很重要的，并且很有意义的一个活动。那么，但是过去几年当中，然后最主要是一开始是疫情，那么很多人没有办法四处旅行，然后再加上我也没有办法亲自参与来到菩提伽亚，所以似乎现在外来的参与的信众也比较少。但毕竟祈愿法会它不就是一个世间的那些活动，好像大家看热闹的一个活动，不是的，而是透过这样一个活动、一个法会，能够真正自利，也能够利他的这样一个有广大的供养、广大的祈愿的这样一个活动。所以我觉得它的重点不在于人数多寡，而是我们的整个祈愿法会的它的核心的这个理念也好，它的目的也好，到现在都还非常好的保持着下去，保持下去。所以我觉得也大家是很重视这个祈愿的法会，所以我想在未来，这个也是会持续受到大家重视的一个活动。就像我们刚刚回顾了历史，当时就是这么重要的一个活动。我想在未来它会持续下去的。那么在这一次的祈愿法会上，尊贵的物主国师迦禅仁波切讲解了第三世法王伽玛巴让中多杰的指引三身。那这个法是伽玛巴特殊的一个法，可以说是伽玛巴很重要的一个法所以这次大家能够从国师迦禅仁波切跟前聆听到这样一个甚深的教法那我觉得是非常的难得，然后我也随喜大家。那虽然仁波切现在身体是还在康复期但是还是不辞辛劳的这个给予了这么多天的课程，在这里首先要感谢他，谢谢他。在第二位就是波卡仁波切转世的波卡仁波切。那么物主波卡仁波切在今年呢，首先在他的寺院举行了升座典礼。我想大家都知道的，前一世的波卡仁波切呢，他不仅是广大弘扬伽玛嘎举的教法，尤其我们祈愿法会就是由他
所开始跟弘扬。所以当时我就想说，在波卡尔这深作之后，如果最好的方式跟屈原法会结缘的方式就是能够来说法，所以当时我就请他说讲解这个观音四倍观音的这样的一个法门。那么波卡仁波切呢，在这样的奇景之下，他也很圆满的在屈原法会上为大家讲解了这样一个四倍观音的法门。那在这里我要特别感谢他。还有这么多届屈原法会这个护主苏曼高王仁波切，还有明就仁波切等等总是抽空前来参加。那么他们二位，他们具备了不只是传统的很多的教法，而且对于现代也非常的了解，也是现在呢在佛法的弘扬上非常圆满的殊胜的两位大师，两位仁波切，也是那么之前我本来是想说祈请苏曼高王仁波切讲课，但是当时仁波切说他因为比较繁忙所以没有办法讲述。所以我想明年呢会希望请苏曼高王仁波切来讲说苏曼的耳传口诀。那么再来就是明就仁波切，也是在东西方现在佛行事业非常的广大。那么尤其呢，他在传授这些大手印，尤其禅修的教法。所以过去屈原法会还有都会教导大众这个禅修，所以我希望在未来仁波切能够继续给予禅修的教学。这是我的希望，也是我的一个请求。那么，另外还有特别前来参与的堪布东仁仁波切，他过去呢像形影不离般的跟随着前世的波卡仁波切，而且一直以来呢也都没有间断的来参加噶举大祈愿法会。仁波切呢虽然年事已高，但是呢身体也很好。我常常觉得只要看到仁波切在那儿好像大家都比较放心了。所以今天我想特别的感谢堪布东仁仁波切，也祈请他为了众生还有佛教能够长久住世。那么接下来我想提一下的是，过去这几年间，我们噶举教派当中几位重要的大师都圆寂了，像是堪布竹钦嘉措仁波切，他是很长时间的在西藏的时候，藏地的时候就闭关实修，然后后来到了隆德寺的时候，也成为了堪布，给予这样的教学。
我们可以说，现在很多当年从隆德寺毕业出来的这些仁波切们、学生们都是仁波切的弟子，所以这也是让人很难过的一件事情，就是竹谦嘉措仁波切的圆寂。但是我们说，这样一位大菩萨仁波切的这样的心愿大悲愿，它是不会有过期，也不会失效的。所以相信很快的未来仁波切的转世会迅速再来。还有周拉的天顶仁波切，他也是上一世噶玛巴所认证的，他是巴荣噶举很重要的一位大师，他也突然的走世，虽然他还很年轻但是就突然的走世，那这也是很难过的。还有这个法主阿耶仁波切，他是直贡噶举的一位大师。那么尤其他精通广传这个直贡的破瓦法，那么也是一位佛心事业非常兴盛的一位大师。那特别他跟我的关系也很密切。那么他对于这个潜意识噶玛巴也好，或者说历代噶玛巴也好，他都特别的这个亲近的。那他也圆寂了。那么我也祈愿仁波切的愿力也是希望能够持续下去这也是我很大的一个祈愿。那么还有对我来说，今生最大恩德的就是我的父母亲。那么我的父亲噶玛敦珠扎西去年也圆寂了。那本来在父亲过去后不久，我本来就想说一段话，但是呢，也不知道，因为太多感受了，所以不知道怎么用言语来形容。因为持续了好多年，我一直希望能够见到他，但是最后却没有办法见到，然后父亲也过世了，所以我觉得这是我很大的一个遗憾。但我相信我父亲他是一个心量非常开阔的一个人，所以我觉得他可能还好。那举个例子来说，什么意思？曾经很多年，就在我在印度的时候，很长时间没有办法跟父母联络。有的时候，一年当中可能就1、2次吧，讲几句话。但是在父亲过世前1、2年，我当时我就想，不能再这样了，我一定要好好跟他讲个话，不然呢，他突然走了的话，那我会很后悔的。所以总之那时候开始就常常会跟他偶尔通个话。刚开始我记得是3、4年前吧，那么我大概是很多年没讲了。总之第一次跟他讲话的时候，当时我父亲因为已经生病了，所以呢他也没办法讲太多话。他已经10年多卧床，所以他也没办法讲什么。但我妈妈在他旁边，所以妈妈就说：“这个你要多讲些话，你要讲些话，说些话。”他的第一句话是什么？就是问我你在干嘛？问我在干嘛？然后之后又没声音了。然后妈妈又请他讲，妈妈讲说不行，你再多说几句话吧。
爸爸就问说了，噶举教派现在兴盛的情况怎么样？弘扬的情况怎么样？他就突然问了我这样的问题，我也没想到他会，因为我们很多年没讲到话了，然后突然就问到我的是噶举教法如何，所以我没料想到父亲会问到这样的话，所以当时我也就讲了一些，没办法讲很多。所以我举这个例子就是说，我的父亲哦，平时他的心哦是非常的这个想的是很宏大的，总是心系着这个教法教派的。所以我想从这个问题，我觉得就是这个例子哦，他会问的问题就可以看得出来。因为有时候在想，可能噶举派里面很多的一些上师祖古，搞不好也不会，并没有常常会想着噶举教派有没有弘扬，有没有兴盛。很多时候大家都想的可能是个人的一些生活啊，或者一些苦乐啊等等的。但我父亲他不是这样一个人，他总是心系着这个教法。所以我在从这个方面想，我想可能我父亲他也应该没有什么遗憾吧。但是不管我怎么这样为他去想，但是真的这么多年，我总是想到父亲这10多年这样子的卧病在床，我想他都没有走，是不是就是因为他想要见我一面？所以我也尽各种的努力试着见他，但是最终没有办法见到。但我相信他真的应该有很好的一个投生的来世的。但是我想也请僧伽大众一起来祈愿。还有另外就是有个叫格伦敦珠一位重要的人物，总之人世他也是过世了。我大概见过他1、2次，他也的确是一个很特别的人，是一个很有思想的一个人。平常我也见了很多的藏族，但是呢，我觉得他是少数的有这样子有远见、有思想的一位藏族人士。那么之前尊者是尊者的一位亲戚吧。总之，尊者也在一次讲话中提到了他，那么就说他是一直在承事着这个服侍着尊者的这样一个很重要的人士所以，总之也请大家一起发愿回向。那么，现在看到这个全世界真的是很乱，这个很多地方有战争，然后各种的对立这种纷争非常的多，大自然的灾害也是不少。我相信可能未来这个只会更加的，尤其大自然各方面气候各方面可能只是更加的恶化。那譬如说在加州发生的这个大火，还有很多地方的各种的极端的气候什么的，这是过去没有发生过的。还有像俄罗斯的战争，还有加萨地区的这些战争，非常非常多人的都这个死亡。很多时候，我觉得这都是我们应该要关心的，要祝福祈愿的，因为我们都生活在同样一个地球里面。那么，
虽然是不同的地区、不同的国家，但是我们的关系是非常密切的，不再像古早以前可能会觉得说，好像距离很远，也没有任何交流。但现在已经不是那样的时代了。别的国家发生什么事情，别的地区发生了什么的事情，其实跟我们都会有影响，也都是息息相关的。所以我希望大家真的为了世界的和平、快乐，要很好的发愿。我们常说，发愿为了利益众生哦，但有的时候，我们可能别说利众生了，有的时候连我们就是附近的或者其他国家的地球里面的很多事情，我们其实是漠不关心的，觉得事不关己的。那接下来有2件事情宣布，那一个是明天要为这个此事护主大司徒仁波切，还有国师加禅仁波切举行长寿的一个法会，就是透过3根总修这样一个第3世法王噶玛巴的特殊的一个法来举行。之前我大概花了5、6个月的时间吧，撰写了这样的一个长寿法本。那今天时间关系就不讲这一本法的细节，但总之呢，这个3根总修，它是冈邦冈仓里面冈仓噶举里面不共的一个具备加持力的一个长寿法，所以我想透过这样的一个法，一个仪轨来祈请2位大师能够长寿。我们说历代噶玛巴有4大法子哦，但现在我们最主要就是这2位哦。所以他们2位的长寿注释，我觉得是非常重要的一件事情。所以也请僧伽大众，我们大家还有执行弟子们，我们大家一起来祈请。第2个事情是，就是现在各个地区呢，天气都越来越热了。那么僧众们呢，祈愿法会期间都住在这个帐篷里面啊，所以很多时候中午又太热，晚上又变得太冷。还有听说呢，还有一些蛇哦跑到了那个帐篷里面去，所以大家都很辛苦。所以之前我们祈愿法会工作组开会的时候，我们有了一段讨论，就是明年的祈愿法会期间呢，僧众们能够有一个，希望为僧众们准备一个更好的一个住宿的地方，能够有更好的保护的，或者是更这个比较舒适一点的这样子的一个住宿地方。所以很久以前呢，这个那么缺诈呢，噶玛缺诈就说要见，为僧众要见，但总是我就拉着他，不让他冲太快。如果不是我拉着，搞不好好多年前他就见了。因为我总是觉得，如果你见了那么多，没有好好的维护的话，也是不行的。但总之，明年我在想，总之僧众们啊，大家的住宿，希望有一个比较舒适的地方，能够提供给僧伽大众们。那大概就是这样，其他没有要多说的了。最后就是要特别的感谢大家。然后回向是非常重要的，尤其在大乘佛教里面来说，如果只是一个小小的善行，但如果你能够有一个广大的回向跟祈愿的话，这个功德它就是广大跟
无边的。就像是如果你可能没有太多的钱，就一点点的钱，但你懂得很好的投资的话，以后也能够有很好的这个效益的回收的。所以，总之我们要记得屈原的最后的回向是非常重要的。好，没有多说，谢谢大家。